爷上儿来了。妹妹，哥哥啊，四爷升上儿做人。妹妹，这位玉叶姑娘想要帮你介绍一下。定是哥哥又将两家民女抢进府来，鸟有苦，神有家，又向我介绍。妹，哎呦，要是我失出真情，妹妹定说不依。对，让我上去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啊！哥不放再去看花灯，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心，哥哥心中痛不人，我走上前去问原因，说是表兄来开灯走十三，回家之路人不清，我要派人送他去。哎呀，妹妹，啊，你想，我要是把他抢到屋里向来，哪个会送到妹妹的擂台里向来呢？是吧？哎，我去了啊！哎，姑娘，来来来，嘘，嘘，来来来来。来，姑娘，快来见过小姐。见过小姐。啊，妹妹，哎，你可可好啊？哎呀，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。哥哥啊，时日不早，跑下里去了。哦，妹妹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数，妹妹可要多担待担待。哦，明天一早我会派人送她回去的，你千万不能让她一个人回去的啊！兰香，哎，宋大爷下里。是，大爷请。啊，去！哎呀，大爷请。啊，去！兰香，哎，时日这位姑娘，渴望歇息。是，姑娘随我来。
见小姐王中灯火危险，唉，听他谈些什么？好了，一茶真心来相陪，去为有讲，哪里谁该？何人传情诉衷情？哎呀，看来小姐有一些我。哎呦，妙啊！悟空来世高王子泰，身在两里他真知情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是叫生我以为王府埋中一条心，有谁知沙土里面破黄金，修一片真心爱，我追上前去十方明。去吧，此事不能太冒失，还需当面示真情。唉，谁？是我。姑娘，你怎么还没完噻？没啥地方谁不着，还是让我先回去。哎，事业一生怎能取得？这我也心绪不宁，不想问噻。我们来谈谈吧。岂不是要当上了小姐？放姑娘去。姑娘，你家是哪里？小姐呀，三月八月七八节，离此遥远3里里。请我放开头部的早把叫做许龙仙，我叫许大年18，自己上面配花衣。
家无人啊，他乡的与母一模样，哭泣的年轻在不惜一青菜。他生是在青屋房，娘来当听罪与文笔。娘来，哦。姑娘啊，青屋房是个好地方，你可知死了多少有名人？莫非他有一把我来当天，让我来难谈难最上面？小姐呀，当别之个早上娘，西边之个齐家军，南边之个上天官，北边之个李大人。早喜胜利，其实没有生气。姑娘，为什么生气啊？没有了啊！没有了。他为我不讲最富的，我这一相问，乃为情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一户人家？姑娘，那早喜顺利的后面的哦，你说的是后面啊，后面是个武娃大师，前面是个陈算命，左边是个王皮祥，右边是个冯玉生，隔壁是个陈虎郎，对面是个。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小姐是要当天的有名人家。哎呀，这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哪一家？快说。对面有个好人家，家内在这最不比。对呀，家内才是最难比，他的为人你可知情？小姐是这关心文，想来飞过就是情。一飞过还飞去，那为何左当听来右当听？他师傅文章才能其人，我爱在故儿来同门。哦，原来是此。姑娘，你不知道他家的情形啊？这里里外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一不知。哦，那追文斌怎样？唉，想我周文斌啊！你怎么想你追文斌？哦，不，我说错了，我说的是我想周文斌啊。他虽是外父膨胀才是精啊，婚姻大事却不成啊心。快中上士妾情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，谁知小姐太虚荣，与他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！什么啊？
没有什么。他婚姻不正结有恨，一场大病就伤了身，这遭病了3个月，谁都想过苦是根，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得算是啊，不，得算是里有逢生。还好也是还好，姑娘，那后来怎样？哎呀，这难为情的，我可不讲。咦，你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快说。最外边不说快走啊，快走的。几次他们来就亲，他几次他们来就亲，弟弟的两苦答应，弟弟一听心欢喜，马上迈开就答应。那你自己的我啊。啥能叫得罪公子？好比是看我蜜糖的在心，定下今年3月3，吹吹打打对过门。从今儿不穿针，金手衣不穿针，不折穷，不插花，不对怪，不读诗书，不作文，等到今年6月了，哭哭啼啼，实空门。为什么听了我的婚事伤心而落泪呀？我是为你高兴的落泪。小姐却为我高兴，这婚事有变，婚事有变。我左一想右一称，这对姻缘不相称。你是什么？我左一想右一称，这对姻缘不相。这两一层要往上层，将来夫妻是难打的，万事成早莫成亲。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啊，小姐，你为什么听了我的婚事不成，反而先去天地来了？莫非小姐爱醉相公之意？是。小姐上正有此意，哪里就给他人传见说
了真有此意，我女儿遇对了。当真？总不是假话。姑娘，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与外人说起。开水无凭，绝不话着。姑娘，这封书信你一定要亲手交与贼相公。一定送到。多谢小姐恩情深，小生就是这病。哎呀，兰香，兰香，小姐吃不睡着，吃不睡着，替小生慢慢的讲。你说，你话说。上午是元宵，人山人海闹意。我与好友来打赌，男扮女装去看花灯。这位你哥哥王老夫，他把我当作媒家人。家师傅要挣钱，我去1万元难脱身。他把我抢了小姐闺房内，这真是美梦圆天造成。马身姑姑望天放，真替不住好事情。说是外面抢民女，抢我是进庙门，只是趟着传出去，叫我今日真主人，我撩起路去出房去。小姐，要与姑姑把礼品。小姐。小姐千万不能去了反而坏事情。小姐既然文笔文笔也话秀丽，今日归了桥下为也是令我
吩咐在外，不免翻开事情，何事一说？好。小姐，请看。哎呀，真是好奇才！你是真心相爱，哪里谁给？就该对他们是一表忠心。